7月7號生日嘅朋友，祝你生日快樂，身心靈健康。你係一位感覺有啲高冷嘅人，好早熟，好似細個咧就好似一個大人咁樣。你注重細節，係一個完美主義者，好講求自己嘅諗法同埋原則，唔輕易咁樣作出讓步同埋妥協。基本上你唔係好中意連群結隊群體嘅生活，你比較傾向於獨來獨往。你對於溝通唔係好積極主動，所以好多人咧都唔係好理解你。而喺感情方面，你成熟而獨立嘅氣質咧非常之吸引人。你嘅理想伴侶，佢要俾你知道佢好愛你，但係亦都唔會好黐身。呢一種嘅伴侶咧係你理想嘅類型。而喺性愛方面，你打從心底裏對性生活感到無力嘅招架，但係咧好珍惜同對方相處嘅時光。而財運同埋事業方面又點呢？如果你希望有一份做一世嘅工作嘅話咧，可能你要選擇自己創業或者成為一個自由嘅工作者，可以從事一啲按自己步伐嘅工作咧，先至可以發揮到你嘅所長。你唔係好啱同人夾，因為好怕俾人打破你嘅計劃。你可以揾一啲咧同你有恰到保持距離嘅合作伙伴，一直咁同你拍落去嘅話咧，就會有良好嘅收入。錢嗰方面，你唔係太有物欲，亦都唔係好擅長理財。如果可以將理財一 part 交俾一位好信任嘅人，而你自己專注喺工作上面嘅話咧，咁你嘅財運咧先會有穩健嘅上升。而你嘅生命課題係啲咩呢？有時過於獨來獨往，可能會難啲去接受人哋嘅意見。